第11章有一支芦苇赐互我，当做牛的拐。搁有话讲，起来，将上帝的殿、甲祭坛、甲殿中礼拜的人，拢牛一个。只是殿外的埕就留落，毋免牛，因为这是互外邦人的。因要吞达圣城42个月，我要互我迄两个见证人穿毛衫，传道1260日。因就是迄两丛的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徛伫世界的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因，就有火对因的喙中出来，烧灭对敌。凡若想要害因的，拢的确安尼受害。这两人有权柄，伫因传道的日子，互天关无落雨，阁有权柄，互水变做血，并且会随时随意用逐款的灾殃攻击世界。因做完见证的时阵，迄个对无对起上来的兽，的确甲因交战，并且得胜，将因杀了。因的尸首就倒伫大城的内面的街顶，这个城照着灵异，叫做索多玛，阁叫做埃及，就是因的主定12架的所在。对国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伊的尸首3日半，阁毋准将尸首下伫坟墓内。踮伫地上的人就为因欢喜快乐。大家三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先知捌互踮伫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3日半，有活气对上帝遐进入因内面，因就徛起来，看见因的人真正是惊吓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对天顶来，对因讲，上到这位来，因就驾着云上天，因的对敌也看见。拄迄时阵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1/10，因为地震动来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拢惊吓，归荣耀互天顶的上帝。第2款的灾祸过去，第3款的灾祸得要到。第7位天使分号，天顶就有大声音讲：世上的国，成了我主甲主基督的国，伊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伫上帝的面前，坐伫家己的位顶的24位长老，就面趴伫地呢，敬拜上帝，讲：色在金在的主上帝，全能者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。外邦发受气，你的受气也临到啦，审判死人的时阵也到啦。你的仆人正先知甲正圣徒，凡那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，得到赏赐的时阵也到啦。你败坏迄个败坏世界的人的时阵也到啦。当时上帝天顶的殿开啦，伫伊殿中显出伊的约柜，底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吼、地震动、大炮。